台湾主要结婚的人口大约落伫30到50岁，男性青壮年族群，大部分拢是伫职场中努力打拼当中。而且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18岁以上的工作者，大约每6位就有1位结婚。因此，台南市立安南病院透过甲企业的合作，办理职场结婚班加职场结婚的门诊，比起个人结婚成功率大约成长了10倍。这次跟台达公司的一个职场健门诊的合作，基本上也感谢台达公司这样子用心于这个推广健门诊的这个健康职场环境的公司那以及我们健团队希望走出医院这样子的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态度才能促成这一次这样的合作那在职场其实有非常多还在吸烟的一些员工同仁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医院去接受这样子专业的戒烟治疗的一个团队的服务那我们这样子让戒烟团队主动走入职场，那不仅可以省下时间金钱，那也可以让更多的这样子吸烟的员工同仁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戒烟团队的一个服务。那在这个戒烟团队的专业的协助下，能提高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从原本靠自己戒烟意志力戒烟的3到5个百分点，可以提升到10倍到3成到4成的一个成功率甚至更高。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减少烟害对全身健康的一个影响。有企业的推动甲病院的主动出击，台达电子今年举办全厂区结婚的门诊，并且推行婚害防治系列的活动，总计参与超过1500人，结婚成功率高达64.7%，比卫福部国建署统计结婚门诊成功率高较悬。现场嘛有2位瘾君子分享着家己成功结婚的过程。这次参加戒烟门诊，除了就是我靠自己的意志力之外，然后我有找朋友就是一起进来。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2个人一起戒烟的话，就是第一个就不会相约去说要去抽烟，然后也会互相监督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还有定期回诊，定期跟产妇啊、跟卫教师，还有跟我们的医师做那个咨询。所以不是我一个人那边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减好这样子。女朋友是动力，那公司是助力。对，那就是像医生也讲嘛，说有的人都说自己要戒烟，但是其实还是缺少一个仪式感。我不知道仪式感是不是可以这样用，但是有这个后面有个人推着走，当然会比较容易去执行这件事。那之前也是有尝试过戒烟几次，那还都失败。那刚好这一次有公司这样办，那再加上其实蛮方便的，因为不用特别去外面就诊，然后在公司就可以医生问诊然后开药。那最后其实就很顺利的就把香烟给戒掉了。伫为期8周的门诊结婚的疗程，透过医师甲卫教师每2礼拜前往一场来看诊甲卫教。不但让员工成功来结婚，不只是送予厝内人，更加是送予家己上好的父亲节礼物。因为今日拄好是父亲节，病院嘛特别准备鸡卵糕来祝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